南韩2022年梨泰院的万圣节意外，人打人造成900人死亡。前首尔的警察厅厅长金光浩去检方起诉，判伊昨昏甲判无罪，理由是证据不足。遇难者家属表示，这个判决结果根本是欺骗世人，要求这检方来继续上诉。画面中嘅红色的裤带，前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光浩，17日判决结果出来了后，行出法庭。在庭前警力严密戒备之下，真不简单为真侪采访记者当中客上车，煞个拄到真生气个悲痛的遇难者家属，逃伫个车道想要阻止离开，大批执法人员将家属团团包围，佫是苦劝，佫是救人，真不简单，才清出通道，让金光浩离开。 자리가 멀어서 수천 건의 신고가 들어오는데도 몰라도 된다고 합니다. 아이들이 계속해서 112 신고를 하고 있는데도 출동하지 않아도 무죄라고 합니다. 어떻게 이런 일이 있을 수 있는 것입니까? 사법부는 이제 부끄러움을 아십시오. 金光浩因为涉嫌逮捕执政，亲像无派遣警力为大型人群集会可能有安全风险做好准备，互检方以劫不过失致死的罪名起诉，求处5年徒刑。是梨泰院万圣节惨案被起诉最高层级的官员。首尔西区地方法院法官认为，前警方的做法无符合大众期待，不过检方提供证据，无法度证明金光浩的逮捕致死或者是促成这个惨案，特别是为首尔警察厅甲龙山区警局提交报告甲感性内容来看，金光浩无甲可能理解梨泰院现场有严重事故风险，爱采取预防措施。除了金光浩以外，案发迄时阵值班各界警官刘美珍、警备应变组组长陈大经，迄天也判无罪释放。 遇难者家属协会副理事长李正明表示，家己亲像是看一场笑亏底局，毋是公正的审判。有问题，毋过无人犯错是啥物意思呢？强调继续奋斗落去，一直告诉应该负责人，包含金光浩在内，全部都应该遭受应该有的处罚。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。